最近 Threads 有一篇貼文，好多人睇完都覺得不可思議。貼文主人話佢隻貓突然完全唔食嘢，由一開始懷疑係神經問題，到之後四肢無力，前後睇過幾位獸醫，照過磁力共振，做過檢查，食過藥，甚至開始要插喉餵食。主人已經做盡可以做嘅事，但隻貓仍然冇明顯好轉。嗰種心情，我相信養過寵物嘅人都會明。你望住佢一日比一日瘦，明明佢就喺你面前，但你唔知道佢邊度痛。你問佢100次，佢都係答唔到你。最後主人只好抱住半信半疑嘅心態，預約做一次寵物傳心。傳心師話，細佬唔開心嘅其中一個原因係單絲病，佢掛住一隻以前一齊生活過嘅黑白貓。主人聽完好疑惑，因為屋企根本冇養過黑白貓。後來佢哋諗起細佬入住寵物旅館嗰陣，的確曾經同一隻黑白貓相處過，於是主人買咗一隻黑白色嘅 Jellycat 公仔返屋企，希望可以望梅止渴，扮住隻黑白貓頂住先。貼文話神奇嘅事情發生咗，隻貓由原本唔肯食嘢，慢慢開始主動進食，精神亦逐漸恢復。到底係寵物傳心講中咗，定係隻黑白 Jellycat 公仔令細佬安心？係獸醫啲藥物終於開始見效，定係所有事情只係啱啱好喺同一時間發生？今日我唔係想急住喺呢度判斷真假，我反而想問一個更貼近主人內心嘅問題。當一個人走去揾寵物傳心，佢真正想揾嘅究竟係動物嘅心底說話，定係一個可以令自己撐落去嘅答案？有人會笑寵物傳心唔科學，冇根據。佢哋會話，如果隻貓識講嘢，點解唔直接同主人講？但養寵物嘅人都知道，最折磨人嘅從來唔係啲貓貓狗狗唔識講人話，而係你知道佢哋正在經歷緊一啲事情，但自己永遠只能靠估。隻貓突然收埋自己，到底佢係想靜一靜，定係身體唔舒服？隻狗開始唔肯食嘢，佢係食滯咗，係情緒低落，定係有病？當醫生提出幾種治療方案，你應該繼續試、繼續搏，定係唔好再令佢受苦？尤其當檢查結果都未必有明確答案時，主人會陷入一種好深嘅無力感，因為你係佢嘅監護人，每一個決定都由你做，但承受後果嘅係佢哋。所以好多主人真正想問嘅並唔係你最中意食雞定魚，佢哋想問嘅其實係我有冇做錯決定？我係咪令你好辛苦？我仲可以為你做啲乜？寵物傳心其實填補咗醫學答唔到嘅空白。獸醫可以幫動物驗血、照 X 光、做磁力共振，從醫學角度尋找病因。但呢啲科學嘅報告就未必能夠答到佢哋而家驚唔驚，佢哋仲想唔想繼續治療？偏偏呢啲問題先係主人夜晚瞓唔着、囉囉攣嗰陣最想知道嘅事。心理學有一個概念叫做不確定性降低理論。當人面對無法控制、無法預測嘅事情，我哋會本能地尋找解釋，因為一個未必完全準確但可以理解嘅答案，有時比我唔知道更容易承受。貓貓唔食嘢係因為掛住以前嘅朋友。呢個答案未必能夠經過科學驗證，但對一個已經四處求醫、日日驚住失去寵物嘅主人嚟講，至少提供咗一件可以做嘅事，就係去買一隻黑白公仔，放喺佢身邊，然後同佢講：你掛住嘅朋友返咗嚟陪你啦。當你終於有一件事可以做，無力感就會少一啲。而主人冇咁焦慮之後，屋企嘅氣氛、說話語氣、餵食方式，甚至同寵物相處嘅節奏，都可能隨之改變。所以即使我哋未能證明係咪真係傳到心，主人由絕望變成有希望，呢個改變本身可以係真實嘅。講到呢度，我哋都要誠實持平一啲，因為令人舒服嘅答案唔代表一定係真相。目前並冇可靠而且可以重複驗證嘅科學證據，證明人可以單靠照片或者心靈感應，準確讀取動物嘅具體思想。有啲傳心結果之所以令人覺得準，亦可能涉及確認偏誤。即係當對方講咗10句說話，我哋會特別記住講中嗰2句，而對另外8句含糊、錯誤或者無法核實嘅內容冇咁上心。例如傳心師話：隻貓貓佢好愛你，但有時佢想有自己空間。老實講，放喺貓身上，命中率大概同香港夏天好熱差唔多。又例如，
佢覺得你最近好大壓力。如果主人完全冇壓力，可能根本唔會花錢揾全心思問隻貓點諗。所以寵物傳心有機會係一種真誠嘅直覺經驗，亦有機會係心理投射、巧合，甚至有人利用主人最脆弱嘅時候賺錢。最危險嘅並唔係主人要使錢去買一次情緒安慰，最危險係有人話隻貓貓話唔使睇醫生，隻狗狗話唔想食藥，佢嘅病係主人負能量造成。呢啲說話一旦令主人延誤帶寵物去治療，付出代價嘅唔係全心思，而係冇能力為自己發聲嘅動物。所以無論你信定唔信，都要守住一條底線。全心可以係補充，但絕對唔可以代替獸醫診斷。身體問題首先揾獸醫，行為問題可以揾獸醫行為專家或者合資格訓練員幫手。神秘力量可以遲啲先研究，有需要去急症室嘅話就唔可以遲。大家會問，點解離世寵物傳心特別多人需要？寵物離世之後，主人最常問嘅問題通常係佢最後嗰刻係咪好痛？佢知唔知道當時我有陪住佢？我決定安樂死係咪做錯咗？其實佢有冇怪我？好多主人表面上係想同寵物說話，其實係想得到寵物嘅原諒。因為寵物離世帶來嘅哀傷好容易被其他人低估。有人會話只不過係一隻貓啫，再養過咪得咯，你唔好諗咁多啦。但對主人嚟講，失去嘅唔止係一隻寵物，失去嘅係每日一開門就走過嚟迎接你嘅身影，失去咗夜晚瞓喺腳邊嘅重量，失去咗雪櫃門一開就衝入廚房嘅腳步聲。屋企所有嘢都仲喺度，但生活突然少咗一個熟悉嘅角色。心理學處理哀傷時有一個概念叫做持續性聯繫。走出傷痛並唔代表一定要忘記離開咗嘅生命。人可以透過回憶、說話、儀式或者一件紀念品，繼續保留彼此嘅連結。有人會保存頸圈，有人會整紀念相簿，有人會將骨灰放喺屋企，亦有人選擇做寵物傳心。可能傳心真正提供嘅唔係通往另一個世界嘅電話線，而係一場遲來嘅告別，讓主人終於有機會同寵物好好道別，同佢哋講聲多謝你，多謝你呢10幾年嚟嘅陪伴，我真係好掛住你。希望你喺彩虹橋嘅另一邊好好生活。希望你知道我已經盡咗力去減輕你嘅痛苦。如果仲有下一世的話，不如你返嚟做我仔女。寵物傳心究竟係安慰定騙局？我諗答案未必係只有2個。有時呢個可能係一種安慰，有時亦可能係一門生意。有時從業者真心相信自己感受到動物嘅訊息，有時亦有人擅長捕捉主人嘅情緒，再將主人最想聽到嘅答案包裝成寵物嘅說話。而如果主人最終選擇相信，亦唔代表主人係愚蠢。好多時其實只係因為愛得太深，佢哋同寵物關係之間太有愛。當你願意為一隻寵物使一大筆錢，睇幾個醫生，做無數檢查，半夜餵藥，每日清理排泄物，你已經唔係在乎自己睇落理唔理性，你只係希望唔好錯過任何一個救到佢或者減輕佢痛苦嘅可能性。嗰篇 Threads 貼文入面，究竟係醫療開始見效，黑白 Jellycat 公仔帶來熟悉感，定係寵物傳心師真係接收到某啲訊息？我哋未必會知道，亦無從證明。但我相信嗰隻 Jellycat 公仔對主人同隻貓嚟講，已經唔再只係一件玩具。佢代表咗一句說話：我仲未放棄你，我會盡我能力去救你同幫你。最後，我想同每一位主人講，我哋永遠冇可能完全知道寵物心入面諗緊乜，但佢哋可能亦唔需要你完全知道。佢哋需要嘅未必係一個可以讀心嘅主人，而係一個會留意佢哋食少咗、瞓多咗、行路慢咗，會喺佢哋唔舒服時帶佢哋睇醫生，會喺佢哋最脆弱嘅時候仍然會坐喺旁邊陪住佢哋嘅人。你未必聽得到寵物佢哋同你講我愛你，但佢哋每日願意喺你身邊瞓低，願意將最冇防備嘅一面交俾你，可能已經係佢哋能夠講出最完整嘅一句說話。
至於你一直最想問嗰句，我係咪一個好主人？或者唔需要等任何全心思待佢回答。你曾經為佢哋擔心過、奔波過、喊過，甚至喺完全唔知道應該點做嘅時候，仍然冇放棄佢哋，仍然愛佢哋。答案其實一早已經非常清楚。寵物全心係咪真？我唔敢幫任何人下結論，但你對寵物嘅愛唔需要全心，亦從來唔需要證明。今日講到呢度，你哋有冇搵寵物全心嘅經歷？記得喺留言度同我哋分享。下集再見。我叫阿銀，大家如果想聽啲咩香港故事，歡迎投稿，或者可以喺留言話我聽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， 我會同你分享喺大家身邊嘅大城小故事。下集見。